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今日呢個第2人期舒緩腰背痛練習。首先眯埋你哋嘅眼睛，可以將一隻手擺心後，一隻手放喺肚，感受自己嘅呼吸，感受同肚入邊 BB 嘅連結，沉低你嘅膊頭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再呼氣，然之後慢慢張開你嘅眼睛，左手可以放喺脊嘅上面，右邊耳仔沉落去右邊膊頭方向，右邊嘅手呢可以擺喺左邊嘅耳仔上方，加強個拉伸感覺。眼睛可以望上去天花板，保持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頭髮返嚟中間，左邊耳仔再向左邊嘅膊頭，右手放喺脊嘅上方，可以加強一個拉伸嘅感覺。左手亦都可以放喺右邊嘅耳仔上面，眼睛可以微微向上望，保持吸氣，呼氣，感覺脊椎有拉長嘅感覺。然之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我哋伸直我哋嘅左腳，右腳腳掌擺喺左腳嘅內側，然之後左手沉去左腳，右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眼睛向天花板方向望，打開個心口，勾起左腳嘅腳趾，感受右邊側身有伸展嘅感覺。然之後慢慢上返嚟，轉返個上半身向住左邊嘅腳趾，然之後沉個上半身落去，做個前彎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感受下下腰得以伸展，然之後慢慢推返向上嚟，我哋做個 twisting， 轉向你嘅右邊，左手放喺右邊膝頭哥上面，右手擺喺脊嘅後方，想像自己係喺個心口嗰度轉過去嘅，而唔係扭個肚。尤其是呢，我哋懷孕呢，盡量都要避免一啲 deep twisting。吸氣，拉長個脊椎，呼氣，轉個心口多少少。然之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我哋轉邊，伸直我哋嘅右腳，左腳腳掌擺喺右腳大髀嘅內側，然之後坐好，兩個盤骨都好穩陣咁坐喺個地下上面嘅。之後我哋右手墜向右腳，左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眼睛望向天花板方向，感受下左邊側身嘅拉扯感覺，打開個膊頭，勾起個腳趾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翻返上嚟，我哋扭翻個上半身向住右腳，然之後沉個上半身落去，做一個前彎，感受下下腰有個放鬆嘅感覺，亦都鬆下個右腳嘅 hamstring， 勾起個腳趾可以加強個拉伸感覺，同埋呢可以拉伸埋個小腿。呢個動作呢，對於舒緩小腿抽筋啊呢啲症狀呢，係好有幫助嘅。好，跟住我哋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我哋做個 twisting。今次我哋轉向左邊，右手擺喺左腳膝頭哥，左手放喺脊嘅後方。吸氣，拉長個脊椎，呼氣，轉個心口得少少去左邊。記住我哋呢，有咗嘅時候呢，係唔會喺個肚嘅方向呢去做 twisting 嘅，係由個心口去帶動做呢一個動作。保持吸氣，呼氣，
感受下自己個身體，感受下肚入邊嘅 BB。然之後呢，我哋翻返嚟中間，腳掌對腳掌，做個蝴蝶式腳，身體傾向你嘅左邊、前面、右邊、後面，幫個盤骨畫圓圈。呢個動作好適合孕期做嘅，因為可以放鬆個盤骨。然之後我哋轉邊，個心口向右、向前、向左、向右，咁帶動個盤骨畫圓圈。記住保持呼吸，動作唔需要大嘅，保持溫和，自己舒服就可以啦。咁我哋翻嚟中間，做一個坐喺度嘅 cat cow 動作。吸氣，眼睛向上望，心口挺起；呼氣，眼睛望肚，拱腰。再做多次，吸氣，眼睛向上望；呼氣，我哋拱腰，跟隨自己呼吸嘅節奏。吸氣，呼氣，我哋翻嚟中間，再向下彎，做一個蝴蝶式，放鬆下個下腰，俾自己喺度 settle 一陣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。手掌可以打開向天花板，呢個寓意住我哋係 ready 去接收宇宙要俾我哋嘅能量，一切嘅事同埋物。然之後慢慢拱腰上返嚟，慢慢將雙腳打開到舒服嘅距離。吸氣，輕輕拉長背部；呼氣，慢慢向前接，唔需要拉得太深。重點係背部保持挺直，肚仔有空間，呼吸暢順。如果想伸展多一啲，可以輕輕勾起腳趾向上，感受大腿後側慢慢打開。但係記住保持溫和，孕期呢係唔需要追求幅度嘅，只係需要穩定同舒適就可以啦。每一次吸氣，等個下背慢慢放鬆，下半身嘅重量慢慢沉落地面。如果背部有啲繃緊，想像呼吸呢可以帶到去嗰個位置，慢慢釋放嗰個位置嘅壓力。之後我哋慢慢吸氣，一步一步咁帶動身體坐直，慢慢盤腿坐好，一隻手放喺心口，一隻手放喺肚仔，輕輕合埋我哋嘅眼睛。吸氣嘅時候，感受胸口同肚仔同時微微打開；呼氣嘅時候，慢慢放鬆個膊頭，放鬆面部嘅肌肉。呢一刻你唔需要做任何事，只需要專注呼吸，感受同肚入邊嘅寶寶連結就已經可以。我哋再做多個深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張開我哋嘅眼睛。多謝你哋今日嘅練習，Namaste。